嗱，大家都知道咧，水滿咧就往外滲。咁喺珠海咧市中心咧就冇太多嘅地塊去起新嘅樓啦。咁就有兩個方案啦。咁一係喺市中心嘅周邊重新攞地去起新嘅樓。咁第二個方案咧就而家嘅舊軌，咁就舊嘅嗰啲樓咧就拆遷咗徵收翻嚟，跟住再起。咁今日帶大家嚟睇呢一個咧，就已經有700年歷史嘅一個舊軌。嗱，我哋今日嚟到咧就係有700年歷史嘅一個古村落啊，一個舊軌啊。早期咧係由澳元集團徵收咗成個片區，可以話係珠海最大嘅一個城中村去舊軌嘅。咁後期澳元咧就破咗產，咁而家咧就有山東健康徵收咗嘅。咁今日就帶大家一齊走入呢個有咁悠久歷史嘅村落，究竟改造得係點樣嘅一個屋苑呢？嗱，而家我哋就嚟到山東健康啦，可以睇到幾個大字。咁山東健康咧喺山東嘅係一個國企國資委嘅。咁而家起嘅呢個名咧，呢個樓盤嘅名咧係叫嘉仁樂府嘅。可以睇到我身後咧就係售樓部，同埋後邊嘅咧就已經起好入住交收咗嘅樓啦。咁陣間會同大家逐一去介紹嘅。可以睇到我哋對面咧就係泰豐嘅一個美術館啦，有古玩城啦。同時咧陣間亦都同大家去介紹我哋呢度嘅 location 啦，包括佢周邊嘅配套啦。咁我哋而家入售樓部了解下。嗱，我哋而家就嚟到售樓部啦。首先同大家介紹個地圖嘅板塊先，可以睇到嘉仁樂府呢一個片區咧就係山東健康，我哋今日嘅主角啊，同大家去分解嘅。首先睇下周邊嘅成個配套啦，交通配套啦。嗱，喺門口咧就係明珠南路，咁可以睇到3到5分鐘嘅一個距離就係去到明珠站啦，咁就可以坐到高鐵去到廣州，去到全國各地。包括呢度咧亦都係有個前山站嘅，咁由呢條明珠路接駁我哋呢個廣昌路咧，就去到我哋嘅珠海站同埋拱北口岸、青茂口岸，就係呢個位置啦。成個交通路程咧，車程都係12分鐘左右嘅一個車程啦。包括翻港珠澳口岸，亦都係走呢條路，亦都係15分鐘左右嘅一個車程。咁同大家介紹下呢個片區嘅位置咧，就係珠海市中心嘅新香洲板塊啦。咁可以睇到隔離係我哋嘅明珠商業廣場、容德廣場，包括山姆會員店，亦都係非常之近嘅山姆會員店。揸車亦都係5分鐘嘅一個車程啦。包括隔離亦都有個華潤萬家啦、沃爾瑪啦，所以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嘅一個片區啦。可以話喺珠海最成熟嘅片區之一啦。咁除咗佢嘅交通板塊啦、商業板塊啦，咁仲有我哋嘅一個醫療板塊啦。3分鐘嘅車程就係上涌醫療、上涌醫院啊。港澳人士咧，亦都可以用到社保卡喺呢度掛扣嘅。咁大致呢個板塊咧就係咁上下啊。咁我哋又睇下成個沙盤嘅片區啦。咁可以睇到呢個片區都係成個趣味舊軌嘅一個片區啦。咁再介紹翻佢嘅一個歷史板塊。嗱，趣味呢個村落咧，可以睇到呢個係舊版嘅，係珠海最大嘅一個城中村改造。咁同樣佢亦都保留咗舊軌嘅一個四合院嘅建築啦。比如話呢個板塊，呢個板塊係保留咗有700幾年嘅歷史嘅，後期咧作為一個商業用途，作為珠海嘅一個文創文化同埋街區去使用嘅商業啦、非遺啦，咁都係呢個板塊。咁我哋而家睇翻呢度賣緊嘅單位咧，就係呢個區域啦。呢個區域呢度係施工緊，咁呢個區域亦都係賣緊嘅。陣間咧亦都會去到現場，因為佢分好多期去開發嘅。比如我哋嘅景園啦、和苑啦，呢啲都係即係幾個區域。嗱，我哋喺呢個成個板塊之中咧，可以睇到嗱，啱先講到嘅就係呢個區域係舊軌保留嘅，有4合院啦、3合院啦，全部都係有幾百年嘅歷史啦。包括前邊呢一座咧，就係香洲嘅一小趣味嘅後區。呢度係雅苑、和苑、景園、
御園，所以幾個板塊可能大家會睇得會比較模糊啲啦。咁逐一同大家去介紹我哋今日即係而家售賣嘅一個積數啦，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去介紹。陣間再去到示範單位，嗱我哋可以睇到有68平方嘅2房2廳1衛，係飛機戶型嘅一個戶型啦。93平方嘅3房2廳2衛，同埋99平方嘅4房2廳2衛。咁通過以上嘅面積就可以感受到佢嘅收入率係非常之高。嗱，99平方可以做到4房2廳2衛嘅。咁陣間亦都會帶大家去參觀佢嘅示範單位啦、交樓標準啦。嗱，山東健康咧，可能大家真係比較陌生，因為佢係北方嘅一個品牌商，山東嘅一個國企單位啦。咁亦都會同大家去介紹下，咁呢個發展商靠唔靠譜咧？佢有詳細嘅介紹。OK。我哋可以睇到山東健康啦，千億嘅一個國企啦，健康人居生活嘅引領者。入邊咧亦都會有佢嘅詳細嘅一個背景嘅介紹。首先我哋可以睇到啊，山東健康註冊嘅一個資本咧係107億嘅。資產總額咧係超過1000億嘅，所以呢個發展商佢嘅實力咧都非常之雄厚啊！咁過往呢啲咧就係佢嘅一個板塊一個產業啦。可以睇到我哋有康養嘅一個住宅啦、康養嘅工業啦、綜合體啦，包括醫療嘅配套啦，所以佢成個圍繞住係康養住宅同埋健康去打造嘅，亦都有佢嘅特色同埋佢嘅核心競爭力，所以收購咗澳園嘅呢個片區，包括可以睇到山東健康6家嘅一個社區全年段嘅呢個享受，建築啦、環境啦、園林啦、生活啦，包括物業同埋科技呢個6個板塊，成為一個養老嘅一個康養嘅社區，所以亦都非常之適合我哋港澳人士過嚟呢邊養老去打造，包括佢未來嘅一個物業啦，亦都唔會話差到去邊嘅。可以睇到啊，健康生業啦、健康醫養啦、生華醫療啦、健康實業啦，等於話你身邊除咗物業管家、除咗科技之外，仲有一個你嘅健康醫生時刻伴住你。呢邊咧全部就係佢嘅一個歷史啦啊！資產總額超過600億啊，開發項目超過95個，待建項目13個，總建築面積咧係超過100萬平方米嘅。呢啲都係呢個發展商嘅一個介紹啦。咁作為呢個古建築超過700年歷史嘅建築，珠海市政府會交俾山東健康嚟打造咧，一定係有佢嘅優勢同埋實力嘅。咁呢個就係香洲區嘅一個舊軌一個發展。咁同時我哋可以睇到翠微村咧，亦都出咗非常之多嘅呢個名人喺呢度嘅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就嚟到示範單位啦，可以睇到係2梯5房嘅。咁而家先帶大家介紹嘅咧係93平方嘅呢個積數啦，可以睇到啊，呢個連4戶型3房2廳2衛嘅一個93平方。嗱，睇翻個示範單位先。哇，佢呢個示範單位裝修係幾新型嘅喎，比較嗰個牛油果風嘅。可以睇到開放式嘅廚房。亦都係比較大件的，亦都係好通透嘅一個採光嘅窗啦。睇翻個景觀先，嗱呢度咧可以睇到珠海嘅市中心嘅城區啦，對面係古玩城啦，亦都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嗱前邊咧可以睇到我哋輕軌站嘅嗰條軌道啦，就係明珠站啦。呢度係屬於前山片區，亦都係新香洲片區嚟嘅。咁再睇翻呢個93戶型嘅一個格局咧，亦都係做到2個洗手間，可以睇到啊，2個洗手間。咁呢邊咧係2間房，佢打通咗，成為1間房嘅。有2個小朋友咁樣去做咧，亦都係非常之 OK 啊。書台啊、榻榻米啊、儲物櫃啊，咁全部都係可以按照咁樣嘅風格去設計嘅。睇翻個主人房。呢個主人房咁就亦都唔會話好細咯，收容率都 OK， 同樣係3邊落床位，做到個榻榻米，亦都好開揚，可以睇到我哋珠海嘅山景啦。嗱，山嗰邊咧就係
拱北同埋十字門方向啦，係啦。咁落樓可以睇到樓下非常之成熟嘅一個片區啦，車來車往。咁再睇翻另外一個質素先。咁而家帶大家睇呢個咧就係99平方嘅一個質素，係做到4房2廳2衛嘅。嗱，咁呢邊咧係單邊位嚟嘅，大家可以睇到嚇，唔會有門對門啦，有私人空間啦，私密性係比較高嘅。嗱，先俾個呢個 plan 俾大家睇下，99平方4房2廳2衛。咁呢個戶型你有冇覺得啊？好少話做到咁方正、咁四正嘅，完全係冇角角落落、邊邊角角嘅。一戶同樣標配啦，咁鞋櫃啊，呢啲儲物櫃係標配啦。咁呢邊安排咗有間房嘅，呢間房係朝西嘅一個房間。所以下晝嘅時候咧，佢會有少少細，但係呢邊有少少遮擋，就唔會話有好大嘅影響咯。嗱，咁呢個客廳咧，佢就係做到一個橫廳嘅一個設計，非常之方正啊！好少啊，而家好少個廳咁方正，一係就好長啊，亦都好大氣。99平方，你可想而知佢嘅收容率係已經非常之高嘅啦。啊，同樣可以睇到毫無遮擋嘅一個景觀啦，包括佢呢邊咧係做到 sofa 同埋餐台係一體化嘅，所以佢咁樣嘅使用率會高啲，同時可以容納6到8人嘅一個用餐。採光係 OK 嘅，兩面都係窗，非常之通透啊。廚房咧99平方嚟講嘅話，亦都實用嘅，就係單門嘅一個邊窗位就做唔到雙門啦，係啦。例牌嘅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，咁呢度同樣一間房，佢係做咗書房嘅一個用途，會顯得成個客廳咧會咁大氣啲。咁如果住得唔係好多人嘅話，可以按照咁樣嘅呢個風格去設計嘅，同埋嗰個客廳一體化，咁就用3個房就 OK 啦。咁呢度仲有一間房，呢度仲有一間房，呢個係第3個房。咁呢邊就係一個套間啦。同樣每間房佢係做到榻榻米嘅一個設計啊，全景嘅落地玻璃窗。不過呢個主人房啊，你可以睇到衣櫃位係足夠嘅，2排嘅衣櫃位。咁入邊咧就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可以睇到洗手間亦都係有個面窗，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嘅一個空間，俾到大家。咁再睇翻另外一個質素咧，係92平方嘅，亦都係3房2廳2衛。嗱，而家呢個就俾大家睇下，呢個裝修原木風嘅一個裝修都 OK 喎，又唔會覺得話好老土啊，比較實用啊。呢度其中一間房。咁呢個廳咧，佢就做咗開放式嘅廚房啊，餐廳同廚房用埋一體啦啊。咁而家喺大陸咧都好興呢種做法嘅，因為而家大家煮嘅嘢咧係比較輕，冇咁重嘅啦，唔似過往啊，要鞋都要兜個鑊，係嘛？而家唔需要嘅啦，所以佢融合咗一體。同時佢呢個93平方亦都係做到南北通透嘅，所以採光面非常之 OK 嗱。你睇下，可能你而家感覺係唔係好大，咁你去到嗰邊睇過嚟，其實成個客廳、餐廳都 OK 嘅，同埋非常之開揚咯。你可以睇到啊，毫無遮擋嘅呢個餐客廳，我覺得呢個裝修係 OK 嘅。啊，洗手間，咁呢度同樣有一個房，全屋都係做到呢個原木式嘅一個格調啦。呢個就小朋友嘅房間，睇翻個主人房，同樣套間都係標配嚟嘅。嗱，原木風 OK 喎。咁呢度去到拱北口岸咧，就係10分鐘嘅一個車程啦。去到人工島咧，就15分鐘左右嘅一個車程。咁交通性咧係非常之便利。咁最大嘅嗰個賣點咧，同樣佢去到三武會員店都係5分鐘嘅一個車程。嗱，再帶大家睇下呢個交標啦。咁呢個咧就係68平方嘅2房2廳1衛飛機戶型，呢個就係交樓標準啦。
交樓標準可以睇到68平方呢個廚房，哇，好大氣啊！68平方可以做到咁大嘅廚房，係少見。飛機戶型，再睇翻佢嘅交樓標準，可以睇到咧，全屋嘅呢個風管機係交樓標準嚟㗎啦。咁你都可以睇到呢個露台位，呢邊有一半嘅面積係贈送嘅，所以佢會顯得空間會大好多。咁呢度有間房啦，啱先講到飛機戶型，咁呢度有間房，亦都可以放到1.5米嘅床啦。同樣佢嘅朝向都係朝南嘅，包括露台兩間房都係朝南嘅。嗱，咁佢一個洗手間咧，佢一定係做好咗嗰個洗手池同衞生間係分開嘅，咁就唔會撞。呢個主人房。嗱，呢個就係交樓標準啦。房間咧係掛機，咁睇下佢嘅地板用嘅係瓷磚，包括尾縫都做好咗啊。咁天花咧就做咗少少嘅點綴啦。啊，客廳就係風管機、中央冷氣。廚房嘅交標嗱，而家睇到嘅呢啲櫃啊、生件套啊，咁就係交樓標準啦，都還算 OK， 兩梯5伙。咁睇完呢幾個積數咧，就同大家分解下呢一個樓盤值唔值得入手？呢一個樓盤有咩優勢啊？嗱，我哋啱先睇咗4個積數啦，咁又有93平方嘅，有個風格啦，有99平方嘅，呢個92平方嘅，同埋68平方嘅兩房。咁喺珠海市中心咧，就目前係好少嘅樓盤啦。啊，好罕有。第一，冇再拍地啦，咁過往嘅地塊都用晒啦。第二就係舊軌，咁呢一個盤咧就屬於舊軌嘅，成個佔地面積喺珠海市中心係最大嘅一個佔地面積，所以佢呢個樓盤非常之大，分為好多期去開發嘅。咁過往賣緊嘅價位咧就32,000到35,000嘅一個價位，咁目前嘅成交價咧就22,000左右。咁譬如話兩房68平方嘅，都係100鬆左右啊，首期25度就可以攞低呢個68平方嘅兩房一衛。咁如果93平方嘅咧，就200出頭左右。咁喺珠海市中心嚟講嘅話，呢個價位真係平過二手樓㗎啦。因為成個新香洲咧，佢嘅片區咧係非常之成熟嘅，無論佢嘅交通嘅便利性、商業嘅完善，包括佢嘅教育、醫療、生活、公園，亦都係非常之便利嘅。咁如果中意呢個單位嘅，講個朋友亦都可以私信我，或者 PM 我，或者 call 我哋現場睇樓。OK， 咁呢度係今日不設防，灣區好房，我係一鳴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個山東健康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個樓盤，可以訂閱關注我哋，分享更多嘅樓盤資訊。咁我哋今日就分享到呢度。OK，拜拜，下期再見。